国民党台南市长候选人谢龙介15号下午，伫议会国民党团成员的陪同，共同召开记者会，针对6公前伫个客家区发生连开88枪的重大事件，到目前无看到市长、署长，甚至是部长甲院长的证物，尤其被开枪的所在，阁是议员候选人的服务处，甲民进党中执委郭在钦的一间公司。对此，议会国民党团甲谢龙介质疑，是毋是甲卢渣或者是绿能光电的乌金有关系？要求警方一定要限期来破案。伊是黄伟哲的总干事啊，那是不是他当事人也要出来说明啊？贵在钦你要出来说明，你总干事呢，你又不出来讲，那黄伟哲你更要出来说明啊！你怎么避起来的？台南市民看不到。一个88枪开伫台南市，市长你无甲民众台南市民做一个交代。台南的治安需要大家共同来关心，那也希望说我们的市府态度一定要非常的积极，至少要还给我们台南市民一个安心的生活环境。轮廓越来越明，所以市政府越来越不敢办嘛。所有的包括业务单位，包括这一些桥太阳能的，包括太阳能工程的。那这些利益不均，最后造成这种重大的开枪事件。说实在的，到台南市要搞绿能、搞绿电，谁不晓得必须要去找谁？为什么大家都听得到？难道警方、检方听不到吗？检调我们有沟通过意见，确实他们也掌控很多，但要抓到人，抓到人就能够水落石出。现在就期待市长你要下令限期破案，你不要再浑水摸鱼了。如果你在这种不积极的态度，那凶手永远抓不到。所以市长拿出你的魄力。今天如果我当市长，我一定会要求限期破案，还给我们台南市市民一个安心的居住环境。虽然案发当时市长甲警察局长有回应。强调会积极来侦办，并且表示证据到底就办到底，打击犯罪绝对无假期，而且警政署嘛马上派刑事局、南部大治中心来支援，市警局会统合各分局共同组成专案小组，由检察官来指挥侦办。尽速破案，公布真相，尽速破案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